家好，當我哋了解咗咧，教學創新嘅定義之後啦，我哋就要了解一下佢入邊嘅目標啦、領域啦，同埋實施嘅技巧嘅。咁目標咧，我哋就有以下嘅六個目標啦。咁我哋就希望咧，可以用更加有效嘅方法咧，去達成呢一啲嘅目標嘅喎。咁所以我哋咧並不是為咗做而做啦，而係咧希望有唔同嘅目標而去做嘅。咁首先第一個嘅目標咧，就係更加有效咁樣啦，去完成原本嘅教學目標喎。咁我哋就會希望透過一啲創新嘅科技啊，或者方法去提升達成教學目標嘅效率啦。希望咧可以盡快咁樣啦，去令到小朋友啦可以吸收到、學習到佢哋需要學習到嘅知識喎。例如我哋咧會有一啲探索嘅活動俾小朋友喎，安排咗俾小朋友啦。咁我哋咧嘅目標就係更加有效咁樣去完成呢一啲嘅探索活動喎。然之後咧就會係咧提升教師嘅教學效能啦。咁我哋咧喺教師嘅角度就要諗下喺教學前、教學期間同埋教學後當中嘅教學效能喎。咁就咧確保老師啦可以使用更加有效嘅教學策略啦，去提升翻佢嘅教學質素嘅。咁所以我哋都要反思一下啦，諗一諗老師嘅教學效能係點樣嘅。然之後就去到第三啦，提高學生嘅學習動機。咁呢一個咧都係運用一啲創新嘅教學啦嘅一啲方法啦，點樣可以咧引入一啲新穎嘅學習方式，激發翻小朋友嘅學習興趣啊，同埋小朋友嘅參與感啊，從而咧提升翻小朋友嘅學習動機嘅。然之後咧就係促進幼兒嘅思維發展啦。例如我哋有一啲探究教學法啦，就希望咧培養小朋友一啲解決問題同埋解難嘅方法啦。咁就可以留意翻，如果我想促進小朋友呢一方面嘅發展，咁我哋有啲乜嘢可以做咧？同埋點樣去鼓勵小朋友進行一個批判性嘅思考啊，同埋運用佢哋嘅創意解決問題啊，培養小朋友嘅思維能力喎。然之後啦，就去到第五個啦，就係以學生為中心啦。希望就好似頭先嘅例子咁樣，希望小朋友可以有更加多自由同埋自主嘅時間進行一啲探究活動啊。咁呢一個咧係其中一個原因，係我哋想做教學創新嘅目標嚟嘅。同埋啊，我哋嘅設計活動啦，都要以幼兒嘅興趣同埋需求為核心啦，咁樣去促進自主嘅學習，等小朋友自己去學，自己去探索。而最後咧就係與時並進啦。咁究竟乜嘢係最新同埋最好咧？就咁單單用 iPad 去做係咪一個最好嘅方法咧？我哋就要留意翻依家嘅時勢入邊，科技嘅發展係點樣樣嘅，而去安排唔同嘅活動啦。咁其實呢一個咧都好重要，係因為成個幼教嘅界別入邊啦嘅一個大勢所趨，無論邊一間幼稚園啊，或者一啲教育嘅機構啊，佢哋都好講求、好重視嘅部分嚟嘅。咁所以啦，隨住依家嘅社會同埋科技嘅變化啦，咁老師都要持續去更新一啲教學嘅內容同埋方法，去確保教學嘅現代性㗎。然之後啦，就去到幼兒教學創新嘅領域喎，譬如頭先所講嘅目標啊，與時並進啊，以學生為中心啊，發展佢哋嘅思維發展啊咁樣。但係其實我哋有啲咩領域去出發咧？咁其實咧都有三個向度嘅。咁首先咧就會有第一個就係思維嘅創新，思維創新咧就係一啲哲理嘅變革喎，即係話我哋要思考一下有啲乜嘢理論會想應用喺個教學當中啦。例如啦，可能老師會想喺課堂當中啦，給予小朋友咧更加多嘅應解嘅支持啦，希望小朋友喺一個同儕之間啊，或者咧透過我哋一啲高功能嘅學習者啦，去幫小朋友咧提供唔同嘅應解喎。咁其實我哋有啲乜嘢新嘅素材啊，或者新嘅學習理念啊，需要去思考嘅咧，咁我哋就可以根據翻咧我哋舊有嘅一啲教學模式啊，或者活動模式咁樣去加以唔同嘅活動或者一啲細節嘅位，咁就咁利用咧舊有嘅活動去加入唔同嘅遊戲啊，或者唔同嘅元素，去提高翻咧成個活動入邊嘅應解元素喎。等小朋友與小朋友之間同儕都可以有應解嘅支持啦，咁就可以令到學習者同埋教學者啦，都同時咧有一個持續嘅進步同埋成長噶。咁所以咧，幼稚園老師啦，可以將唔同嘅哲理啊，或者想自己推行嘅一啲教學理念啊，加入去教學當中。咁而呢一個教學理念就會係一個導向嚟嘅，導向你點樣去將小朋友嘅教學活動變得更加有思維嘅創新噶。
然之後咧就到第二個啦，就係規制創新啦，就係咧與師生互動嘅變革喎。咁可能過往都係用一個傳統化嘅教學活動去上堂啦，同小朋友進行活動啦。依家咧就會希望可以推行更加多嘅創新教學啦，嚟增加翻咧小朋友嘅參與率啊，同埋師生嘅互動喎。就好似咧你哋嘅課堂當中都會有導修嘅課堂，咁都係希望啦增加咧師生之間嘅互動同埋小朋友啊或者學習者嘅參與性噶喎。咁呢一個嘅變革課程設計咧就可以促進翻更加靈活嘅教學環境啦，培養翻學習者嘅自主學習態度嘅。而且啊呢一個係好個性化嘅學習啦。學習者可以因應自己嘅需要而去吸收更加多嘅知識，就好似依家我哋會將一啲教學嘅影片上傳到 YouTube 入邊，咁你哋咧如果睇一次唔明，可以睇兩次喎，咁因應翻自己嘅能力，自己去做調節喎，咁所以咧呢一個咧就係一個規制上面嘅創新啦，咁同時咧亦都係一個師生互動之間嘅變革嚟噶。跟住咧第三個就係教材教具同埋設備嘅創新喎，可能係一啲電腦嘅硬件創新啊，或者一啲軟件上面嘅創新，可能你會利用到唔同嘅課件啊，咁樣去進行個課堂喎，可能有 AI 嘅元素喺包含當中都唔出奇喎。留意翻你嘅教材教具啦，係咪一個創新嘅設備嚟嘅喎？咁所以啦，喺幼師嘅個人層面當中啦，喺教學之中咧，可以使用個人未運用過嘅一啲教學理念啊、方式啊，或者設備，亦都可以話係一個創新嘅教學。咁希望咧呢一個嘅道理同埋概念咧，可以延伸至學校啦、地區同埋國家嘅層面都用得到嘅喎。咁所以啦，我哋咧就要學習下一啲嘅教學創新嘅實施技巧喎，咁亦都有一啲技巧大家可以留意翻嘅。第一個啦，就係希望咧係由易嘅嘢去入手嘅，咁大家可以評估一下咧邊一樣嘢係最容易做啊，最容易去創新，由嗰一樣嘢去入手咧，咁就會比較容易嘅。然之後再去逐步引入更加複雜嘅方式啊，咁樣就可以降低實施嘅難度啦。然之後咧，第二個就係考慮自己嘅機構入邊嘅特點喎，例如。普遍嘅人都係用緊 Android 手機喎，咁你喺幼稚園當中再去做嘅時候，係咪仲要再用 iPhone 去做一個教學咧？再用 Apple 機咁樣去做一個教學咧，對於小朋友嚟講，佢哋嘅應用可能比較陌生喎，佢哋唔熟悉喎。咁其實如果你基於自己嗰間幼稚園可能用開 Android 嘅平板電腦嘅，咁可能考慮一下，唔好突然間引入一個 iPad 入嚟做一個教材啦，都因應翻小朋友嘅能力同埋佢哋嘅適應力，而去揀翻 Android 嘅平板電腦去使用啦，咁就可以就翻咧小朋友嘅能力。呢一間幼兒教育機構嘅特點去安排一啲教材啦，咁所以啦，我哋就要根據翻機構入邊嘅資源同埋文化啦，去調整呢一啲嘅新嘅策略啦，確保佢嘅適用性喎。然之後第三啦，就係由較細嘅範圍開始去變革喎，所以一開始就少少變革，可能咧你一個變革咧唔係全校去變革，可能只不過係一個級別當中去有所改變喎。咁可能做咗 K1，然之後再到 K2、K3，成功咗之後再落去喎，咁樣咧就可以由細嘅範圍去進行一個創新啦。然之後咧根據個效果再有調整，咁樣去進行擴展啦，會係一個比較好嘅變革喎。然之後第四個就係引入外援啦，就可能係引入唔同嘅專業人士啊，可能大學嘅教授講師啊，甚至咧行政嘅老師啊，去一齊做一個諮詢去協助你嘅創新教學嘅。咁呢一個方法啦，都可以引入唔同嘅觀點同埋資源啦，了解下唔同範疇嘅人士係點樣去睇呢一件事，或者唔同嘅持份者佢哋對於呢一件事又有啲乜嘢嘅睇法咧咁樣嘅。而最後咧就係咧要多方面嘅變革同埋配合噶，咁所以其實咧一個變革同埋改變咧，並不是單單一個人可以改得到嘅喎，咁其實都需要成個機構嘅支持啦，同埋有啲乜嘢嘅配套去支持喎。咁簡單嚟講，就係你如果有一個變革嘅，都需要管理層嘅支持噶，咁以確保咧各個範疇啦，同埋唔同嘅持份者啊，唔同嘅界別啊，都可以咧了解呢一個創新嘅措施啊，咁去喺成
成間幼稚園或者幼兒教育機構當中有唔同嘅協調啦，咁樣先至可以達至最佳嘅效果㗎喎。咁所以啦，總括嚟講啦，創新嘅教學咧係可以提升到幼兒教育嘅質素嘅關鍵啦，亦都要通過明確嘅目標啊，我哋嘅領域啊，同埋實施嘅技巧咧，咁幼稚園老師先至可以有效咁樣去創新實踐㗎喎，同埋去改進自己嘅教學效果啦，從而去激發翻小朋友嘅學習潛能㗎。咁大家亦都可以有一個活動做下啦，就係諗下喎，資訊科技應用啦，同幼兒嘅教學創新啦，係有啲乜嘢嘅關係嘅？咁大家都可以試下喺目標啦、領域同埋實施技巧呢3個範疇去諗一諗㗎。